合掌窑为伫咧台南将军区是真侪陶艺家交流技术甲创作的所在。每当的展出，总是会当得到陶艺爱好者的赞赏甲喜爱。今年因的展览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目前正伫咧东门美术馆展出当中。合掌窑一共有9个人，然后我们基本上我们2年就会在东门美术馆有一个联展。那每一个人的风格不同像这一次是我们每一次几乎都是黄老师帮我们策展，然后帮我们规划怎么去布置我们的氛围是要怎样。那这一次我们是用一个竹林的感觉，因为我们大部分生活陶，我们觉得它是要跟生活连结的。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集结了9位陶艺家精彩创作。虽然每一位艺术家创作手法拢无同，但同款是，就是每一项作品拢会当感受到创作者的艺术涵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也有自己本来的一个陶艺的一个制作风格。那大家在自己风格之外，然后因为有这个合掌窑，那林素秋林姐的一个大家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做陶这11年多来大家作品有很大的一个进步跟改变。2022合掌窑创作联展，展期自1月29到2月19，伫咧台南市东门美术馆展出。民众伫春节行春，不妨选择来遮看展，感受合掌窑9位陶艺家的创作能量。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